嗨呀，各位听众，嗨呀，你讲嗨呀呀，好无咯，这个嗨呀哦，真久冇只嗨呀咯。海底呀，各位聽眾，歡迎來往邊嚟學緊嘅節目。這個禮拜我能夠盡量只能聽到，這個咩咩，嗰啲數字 can 加英國嘅數字 can 加吉隆坡嘅這個頭前嚟講啊，頭一出時冇咩講啊，即係佢哋禮拜時，伊係私人 Skype 嘛，講未了，啊當然我拍電話一嚿講啊，就係講佢定到講佢哋 coach 是只能嚿講啊，coach 就搞咯，厲害咯啦，誒，嗱當今啊，攞嚟過嚟扎，就嗱就拍 call 啦，後幕叫做扎，啊，即係最告訴俾個人講啊，都是 can 你告訴。你嘛有聽啊？你嘛聽啲嘛立咯？我直接嘛去聽啊！嚟講我聽隻歌詞。哦，應該，我買樣呢度冇乜用。得，這裡啊，這隻怪之後，真係有效嘅啫。這裡數時 can 咧，要燒這個 CD 可以把聽下喎。讓人試聽，當做驚人啊！咁樣本學人燒人嘅燒人巴個人嘛，咁你把燒嘅即落即燒嘅時候燒學人嘅巴個馬聽啊！嘅嘢學你馬聽啊，你講聽咁誒，可能超啫。你講嘅嘅你人燒學你巴你馬聽，我整個燒我絲頭先是啦，唔對，講唔對 ，sorry，出大家嚟試配我講句是啦，燒 CD 啊，過嚟學你燒 CD 咯，燒 CD 啊，學你講阿里馬，你假扮，切過點上面見，切過點上面係燒學你冷聽啊，燒學，不係你免係你屈自己爆嘅啦，你第日咧免別人燒，你屈自己燒嘅啊。但係一出，係啦，講你特別改變，係啦，就特別改變。嗱，即就是講，一個禮拜一個月，人講叫啦，冇成人講幾個數嘛。但是你興趣要講幾個數，你企話人嘅誒羅倫國，羅倫丹嘅為 forum 嘅羅倫丹嘅去寫人嘅名，但是嘅你去。但是都唔捌去看過咧，就歡迎咱期望嘅即係落等你去即看下，看，咱只一人寫啦，見只物件得到會知啊，定之是佢講係咩咧？咩要加倍落沙嘅，嚇，唔知就是講定是阿龍講嘅，加倍落沙嘅物件。然後去咱落等你講啦，但係講到幾嘅嚇，看網嘅告訴，叫真係直接嚟講就嚟，唔是看網啦，是同佢講啦，等人過會啊。嗱，見落去啊，當係啦，落去啊。OK，冇啦，因為成家冇用。按照咱冇用 computer， 按照咱講話就暫時咱講冇。唔知你說 no 啦。冇啊，就是咱講冇啊。你就係講冇呢，我就拍即係sound effect啊，你等接，你講接去講告訴你，講冇我就叮一聲。冇啦。OK， 你再講個喂。OK， 你就講冇呢，我就頂。OK， 我。你就冇頂到潮啊咯。冇啦。OK， 唔係講冇啦。呀？OK， 我係買樣冇用 computer 嘅人啊嘛。講唔掉，即是你有冇用 computer？所以有冇清楚講係咪internet 啊，係咪 chatting 嘅乜嘢？然後 after that 我就解釋咯。我講我有時都用 computer 用 internet 度夾Malaysia 嘅朋友啊，拍嚟嘅朋友啊拍個 chat 咁樣啦。有人哋啷嘅，你就啦，成個啷嘅喺 list 裏邊啊 ，offline online 你看見嘛？所以那是成個 for example MSN。那是人 online 嚟嘅，MSN 地數大咯，喺度東嘅嗰個係咪人 sign in 嚇？係咪人 sign in 嘅你看嘅嘛？係講我咪講，我馬路講誒，安啲你是係咪物件？我講那係係人樣 sign in 啊，樣起來一樣嘛，你都假亂買啦！是我是講起來嘅嘛，特別一句後無管係咪嚟？伊就唔會話伊個成個講有時我搞一個人chat嚟定佢講。一起來咧係，係
成個 for example 就講阿 John 起來啊，阿 John。我啲咧地極會起來咧。是啊，我就講我係咪起來？我講即係唔是近望啊，唔是問買啊，唔是起來。即係你教你買啦，你教派嘛。伊誤會啊嘛。係啦，你咪誤會啊，你少年呀。伊一直到是伊就問我，伊就關事啊嘛，伊問我伊講係啦，你過起來喂，你過起來喂。就是安尼款嘅啦。要走啊，唔係講走去啊咯，冇講落去啊，講走去。Hello， 係走。走就先嚟變歡喜咧，走。我同你講，至少你問講起來冇起來，你講 online 還是 offline，安買個 online 啊，唔 online 唔買，伊關事啊，伊唔講起來啊。我嘛會只字，我嘛只字，你可能話本你話嘛。是啊，有時幫咪曬嘅，是講話伊幫咪曬嘅，伊唔起來咩？冇，我講冇咩特別嘅。我嘛講是咩啊？我嘛你就啊，因為是把你先嘅用computer啦嘛。有時依度往到導迄個 AO 嘟誒個 instant messenger 係嘛？那 AO 嘟 instant messenger 誒 icon 啊，人講啱是一個會食嘅嘢啦，就這樣咧。我話講，我要開得就你見得會食，見得走嚟啊！會食見啦，會食見得走嚟講。伊 icon 啊，食嘅人啊，伊唔是會食人咧，你開行是行咧嘛。都一個 AIM AOL Instant Messenger 啊 A 嘛。係。你時我嘛是講你見得走嘅咯。你是一個一當時這是條台灣，伊後尾你就一定都是用 Windows 但冇用 Windows 在進步啊嘛，用 Mac 啊，應該是用是好難睇啊。Windows 是嚇，因為是後尾你 desktop 嘅 picture 啦 ，Mac 叫 desktop picture，但是你叫 Windows 咁咪是叫做 wallpaper 咯。我就被曉，講俾話俾時候，我就講 wallpaper 你叫除咗 wallpaper 咯，你 control panel 時就去換 wallpaper， 你是講，因為是講嘅記一刀嘅時候，我嘛就講呢，一記淡薄一半呢，另外一半佢冇咩記，伊再講是你關喺厝啊咩物件啦，伊就講，我俾我喺後背個燈很咗我，個燈。咩話戈登落係嘛？我俾嗰份戈登。啊，做戈登你全個不多定，我嘛真講呢，我是說差咩，特別講乜嘢？是啊，樣時啊，像有時成日一記淡薄個，嚇，佢記淡薄個未記淡薄咧。嚟講嘅冇成款裏面係出嚟係啦，這個屌，這裡啊，額頭個屌。有啊，我聽你亂講，我對唱。哦，係啦。我比較少講笑。啊，做咩做？腦貼。我腦貼，我特別是然後特別不是唱緊腦貼冇聲。喺度你嚟講咩？我俾講下，不，然後叮當時攞嚟件事，最皮坑，叮當嘅時候，然後咪是，插位就呢度叫皮坑，我皮坑使，我劍，冇啦，我最皮坑。我講叮當嗰時，啷是幾歲啊？每個星，你啷是入幾歲啊？這是入幾？我過入過啊。你過入過，你知傾呢？我頭第幾歲嚇？我4歲。入4歲啊？哇！你別驚啦，嗰邊啊冇人知啦，我頭是絕對冇人知，即係數字傾。我4後幾歲啦？即係數字傾。哦，數字傾入啦。冇 sorry，唔是我入啦。你入啦，伊入過啦。我留喺度，我3字。我知啊。老焦，誒，你直接 mention 你幾歲啦？我32歲，我今年各位聽講，我咪俾紅包係嘛？唔是，俾學我紅包哦。件事唔是我俾講咩？對，你答應叮當嘅事唔是好上好。叮當嘅事，人有一個人看，這個香港嘅這個接不起連續劇，無線嘅戲你無線係啊？無線無線係啊？亞視嘅亞視嚇，亞視嘅無線。掉到 TVB 嘛？我講啊 TV 嘟，你一時 TV 嘟搞成 AT 嘟。你寫咩
AD 哦 AD 對，呢時我會講嘅是咱特別咱大邊嘛，咱人是特別咱個要對咱看香港戲嘛，就接對咧接掉戲。แล้ว咱是按照看咧咱。水戲咯，去水戲咧 video 碟水碟。video 碟水碟，我就是，那去 video 碟水碟，有段時過一種然後英國上來咯，有，那 service 有。上來你看班的啦。video 碟上來啊，伊上來你出。上來看班的。是咯，假版呢種嘅事。是咩？特別我看，頂到我看咪就係假版嘅。上來是。video 碟你就去時候，哇！一攰壁㗎啦，那一video 碟啊。但係無爽嘅嚟講，馬來西亞都隨住你，有時都隨單片啊。係咪講深色嘅？深色你別爽嘅。我咪學香港戲本深色咩？成日唔是買咗集戲啦，就單片嘛，即係冇。單片嚟啦，唔是單片。單片是咩？單片是像平時一出戲。movie 係一出啦，movie 係咯。自帶咗戲啊。自帶咗咯。特別冇，但係咱講你所以 video 點嘅聲 ，video 點比較爽嘅，你咪是去所以 video 碟嘅時候，我咪講笑到這邊，你所以 video 碟嘅時候，因為是有你特別學地地嘛對。對啦，你就學50塊嚇，地地50塊咧，所以頂到有誒，頂到1塊一地嚇，是2塊一地。2塊，你是2塊，考慮水的。你是乜就輕都5塊。嚇，輕5塊。哦，咁你水是輕都5塊咧啊？冇，你見住水你咪學2塊咯，但是你咩就輕，你要靠5塊。哦，你很是。你是不是一個一條抓，然後你是家裏面成個 library，然後你就夾。是，特別當機用 computer 啦，當機用 computer。哦，當用 computer。當機冇人碟啦，當機冇看 VCD 啊，當機。DVD。古碟個會人愛看碟嘛？哦，碟本有啊。係啊，有個。呀，特別咱看你啊，頂頭講一個好似是，頂頭我望一間菜店啊，有水魚你知道？因為我一看人咧，我只見你逐擺啊，有時你咪講其實去水是無，是咪幾老咯係啊？有陣時老掉是一直頭學別人去可能，我只見你，但不過私人看能無啦，裝死。那時一邊become BB，我忘記病嘢。我記病日咯，即係私人病日咯，係咪物件？呢是讀我菜點啊，係咪？讀嗰一間水咯。讀但就冇啱病嘅，我菜點啊，一間菜點啊。你知伊名頭前名？我未記啊咯，我未記名咯。我未記名咩？是真嘅。唔是哦。唔知。冇名呀。我未記啊！伊是菜點啊，唔知有名冇名，不過伊是菜點啊，未物件咧是伊家開特邊一打出開一扎是水滴嘅。แล้วก็ถ้าสิ50塊一地水，你下頂到時個看咪同講嘅呢叫，攞水滴。我看過當見冇當見嘛是有。當見個有過。特別當見我冇水嘅，不啦，我當見啲 London 我是看無線衛星台。無謂咯，叫做無謂台。無謂。好累啊！好累啊！哇，你好了。係是成個個國位啊，越嚟越往亞洲國家嘅大咯 ，Europe。伊是 direct 香港嘅一個就講啊 franchise 唔是喎，冇算啦應該。韓仔 franchise 嘅韓仔就簽啦，就簽。แล้ว個咱哋你講未？sorry，拍對你話。冇唔記得啦 ，OK 就講繼。我講。班你是點解看香港接掉嘅時候，佢就係7地呢，咪是唔是？冇7地10地啦，20集嘛，7地喎。喂，點解是7地？只古嘅年代是7地。我年代我流浪幾歲啊？8歲啊，8歲我當緊8歲嘅咯。喂，叫我試韓劇嘅時間，這本是20集嘅咯，有啦。20集嘛？10集嘅有少。是20集一特別當見做要做30集咩當見？7地30集。7地6集。啊你咪香港第一屆咪香港啊你做機。啊你做上海灘你雜貨叫咩名嘅？上海灘雜貨。上海灘雜貨。上海灘嘅啊，耶利儀啊。
要做西關大少本呢？佘詩曼啊，唔是佘詩曼，趙雅芝，周雅芝嚇。哦，周日芝唔是做觀音咩啊？周日芝，觀音媽，觀音媽定有行嘅咯，有行嘅觀音媽咯，就是。定到我細漢時咪就鐵頭做觀音嘅。隻姑咧，你試試下啲戲嘅。我看港姐嚟講，我應該是91年 start。OK，你講到港姐的時候，佢就先頭一個。搞我想。李嘉欣。哦，弄少年，你知我想的是高麗紅。高麗紅嘅我係想到是。我是想到李嘉欣。高麗紅嗰隻叫內字嘅名咩啊？謝玲。謝玲，趙雅芝。我估嘅嚇，這。是啊，我講年代冇我個看你又看得真少，歡樂今宵啊！我看。歡樂今宵古仔是講 Astro，你成日講嘅嘛？Astro 棒嘅嘛，係你華對大。我冇，特別黃定到我出事，我唔是出事，我到馬來西亞時我馬上係電台呢 ，TV1、TV2 我啲間呢。就叫做 J 啊，電視三啊。咯。我在2要做歡樂今宵。歡樂今宵當今是個新嘅歡樂今宵啊！個有個啊。冇啦，歡樂今宵卡面啊冇啊。哦，我見確定嗰個歡樂今宵就好潮。你個記是啊，你個記笑聲救地球啊！啊，我記。乜睇啊？乜睇以你？我是咁乜睇？我是咁乜睇哦？那個乜睇個一個 sister 你叫到上地。乜睇嘅字啊嚇？哎呀，我別記喎。嚇？乜睇是阿燦啊？阿燦我知，特別伊乜睇，伊隻乜睇，另外一個就 sister，咁應該係我嘅妹妹，呢度泰國嘅啊。哎呀，名別環照嘅啊，應該環照就落嘅啊。未啊，係你未記啊？哎呀，我知。你笑聲救地球嗰時記乜睇呢？乜睇全部？我佢自己啫，嗱，林建明咧，林建寧。哦，林建明係林建明冇做笑聲救地球咯。你唔是笑聲？林海海啊，林海海啲叫。林建明嘅盧海鵬嘅係你是咩？開心二人組啊？唔是，我要做本笑聲救地球啊！蝦仔爹哋啊，你叫咩啊嚇？蝦仔爹哋咯，蝦仔爹哋嚇。伊叫林建明做大白鯊嘛叫。別記咗咯。啊，是啊。大白鯊當小人啊，當。特別叫到點解你灰聲人嚟講？教校控啊！嚇校控就得知。嚇校控只鬧嘅啊！校控講病會啊！我伊講特別會。你聽伊。特別伊聲無聲咯。往幾年整啊？16年整就少。不是幾回？14年整啦，18回，一捆棒啦。啊，แล้ว個接掉浪接掉嘅連續劇啊，接掉嘅啲 series 啊，浪是家看咩戲？定刀嘅，咪講線，你講定刀。定刀我是家看《神雕俠侶》啊，韋小寶。即拍阿莫車人哋未曉咧呀？我拍莫車嘛。冇得丟嘅啊！冇得丟嘅啦，看得出來人嘅嘛。神雕俠侶你咁樣講嘅，特別就是講嘅。我看我睇莫車。哇！看你啊，你義不容情啊！接你幸運星啊，都興啊，就咁子。哦。係咯，係咩啊？大時代。啊，丁蟹。我啷個少年咧？接排咯，我看你戲我就制講你啷個少年。冇啊，古早時是行你事。我是看咩？新扎師兄啊，新扎師兄。哦，新紮師兄而家86年嘅，96後面。新紮師兄。哇！而家82年穩仔好了。係啦，你個厲害哦！你有個係咩啊？我是很靠得大下咧。係你啊！定到講，個季節啊，季節哦！我哋時間看，季節阿媽時間看嚇馬打。馬打。我哋係林建明我就要做啊你。那有三姑姐咯，第記住是。嚇，三姑姐是劉婉欣。啊。我就識佢做嘢啦。好了，本來伊做戲。啊，伊做小戲就好笑嘅。是啊。特別同伊是做阿王嘅嘛。啊，是啊。你有看鍾無艷咯？我冇鐵頭過細漢嘅事。曾玉玲加陳小祖嘅嘛。陳小祖下掉。夏迎春嘛。鍾無艷。啊，แล้วก็มีตัว
我看大梨花啊，大梨花是走夜做嘅。哦，大梨花唔就看。啊個叫我陣時我叫我唔知。倚天屠龍記，梁朝偉做嘅倚天屠龍記。係你唔知試過未咧？嗰陣時。小我點我8歲我就看無線了，你知哦。哦，好了。無線講無線。No line。啊，無線 ，sorry 嚇，無線，無嘟。啊，無線。不過係使講無線，咱講就福建名，成咱講紅鴨，就是講係福建名。啊，我講無線。佢真係記我啊！細漢嘅時，佢看一個台灣嘅連續劇。啊，你柯心蓮，柯心蓮，苦心蓮。確實你啊，對，看個好啊！我嘅看就看個好啊！我袂記哦，我會記就是入邊嘢故事物件㗎啦，我袂記。樣嘅，但你拜故事咪係可能確到。我係記第二代嚟做嘅。哦。咩第二代？哦，第二代做啊。啊。誒，你記？唔知記啊，第一代是做雲南戲㗎啦嘛。啊，對。嗰一個啊 cos， 我較少話頂咗我一個台灣嘅是嗰隻咩？幾度夕陽紅嘅哦，幾度夕陽紅咯，乜講嘅啊？唔知啊？啊，頂老牌人在，即係一句做，哎我未記名啊，哎呀死我未記名嘢，一間大波，即出名嘅台灣嘅，秦漢林青啊，秦漢啊，對，秦漢對，厲害，秦漢做呀，都冇看到幾度夕陽紅。我唔知每一百萬嘅幾度夕陽紅，我冇聽過呀，呢個。唔係，我就幾度夕陽紅嘅字，特別我唔。呢是小說嚟嘛？一本小說嚟。秦漢林青霞、林鳳嬌啊、秦祥林啊。誒，你睇下，你睇下是有單片嘅。一個，等上到啲係你啊，講到啲香港嗰係咩戲咯？嘅你看。點個就係高中嘅。倚天屠龍記我同你講咯，倚天屠龍記。魔女傳咯。六指琴魔，傳咯。啊，六指琴魔。六指琴魔咯。六指琴魔嗰陣，等，六指琴魔係我對面，等我厝對面係，一間老雜我叫六指琴魔。你真係咩事 ？Because 啊，伊老人啊嘛，伊就好啦，特別伊老就是下戲。哇！啊，困一隻暗啊嗬，3點幾啊？3點幾啊？你即係六指琴魔伊頭毛，伊特別困到你聽嘅，伊聽有隻名稱嚇嗱，伊困到聽嘅，伊冇白色嘛，老雜毛咧，似啲70幾歲啊，誒是伊咪是頭豬條咧，伊後尾頭夾起嚟㗎咯，伊特別困咗豬條，誒是伊黑潮是隻大聲，伊特別特啲咧，伊聽我到底我當我厝咯咋，伊到伊厝啊，我當我厝伊聽你。佢一次先，你是講邊咧？厝是還是邊咧？是我細陣時啦，所以我諗是叫六指琴魔咯。咁少咧？他就真係硬。because 一隻大聲嘛，一隻大聲咧是頭毛個長起來，你六指琴魔嘅頭毛唔是長長嘅，白色長。是啊。哇！所以佢隻大聲。啊，對咧 ，because 人拍你隻六指琴魔是叮隻大聲嘛，你一隻大聲我咪叫六指琴魔咯。我想講有人嚟小仔。你個叫做隻哪吒都叫，哪吒仔，另外一個隻亞樹嘅哪吒，哪吒哪吒我知啦，你無線本度做咩？無線咯，無線有啊，我唔知我看是幾。邊哪吒咯？我嗰隻家己人死，就立啊！嗰隻家己人，我諗咪講一字啦，嚇嗰隻家己人，你睇等人字表睇哪吒，睇難呢？難呢？哪吒嘅字啊，表太渣，我本表寫下，則寫下哪吒渣。攏叫一個扣一個渣啦。攏叫往係亂講亂彈嚟，然後寫就係哪吒，寫出嚟嘅時候人學佢，because 其實。你字仔係睇哪吒啫，哪吒啊，哪吒哦，對啦，叫哪吒對嚇，哪吒是講好話嘛？對哪吒，其實講好話，特別叫難呢，我叫神太子喎，福建話咪叫神太子。哦，神太子啊，哪吒是叫神太子係啊？啊，是啦。哦，依啲地煞嚟見嚟嘛？哦，地煞哦。那一個金吒木吒嘛？啊，唔，但係叫吒。自詐個自詐，你講話一間。
那扎你这大戏冇做嘅啦。大戲冇做。那你督牆做嘅嘛？這物件，你應該就清楚嘅嘛。一個一個是浙江嚟叫。在下在浙江。那有看咩楊家女楊家女將，楊門對，楊家將係啊。楊家將啊，周慧敏做嘅。特別我是有你係楊貴做過嘅啊。周慧敏。是咩？周慧敏做楊家將過咩？有劉德華還是做個底男仔6集呢？哦，冇寫，我是楊貴做過嘅樣時。我成日講周慧敏做咩鬥馬丹啊？特別我就楊國忠嘅，國忠特別楊頭後面要打晒一地啦，你啊楊天，你看到係咪做二大啦？你有你寫你清朝嘅，就是一頭殺到嗰啲提莫打咧，後尾一地毛呢。那是清朝。清裝啊。那是清朝時期咪清代嘅時是清朝歸後啦是明初時代。明初時代。明初哇。明初。唔啊。民初嘛。係啦。佢哋唔是明嘅，佢哋是明初。我唔知。福建話叫明啦。係啦，明咯。是但啦，先猜。แล้วก็後面有ไปแล้ว啊，差唔多。你咩件事？你講這個連續劇啊，你講我哋誒古嘅，你當劍線誒，你 hit 咗都賣講啊，你金枝玉葉嘅咧，你係講係咩？可能羅漢正嘅講線嘅。你看，甲無講你線嘅啦，你應該有看你曾玉玲加你黃子華做嘅你男歡女愛。男歡女愛。Miss Mo 嘅，真出名啊！你睇哦。幾年？我知特啲看金華春夢嘅啦。冇啊！我特別我水青山種事情啊！開心女鬼。曾玉玲食地龜就驚嚇。阿ကျော呢年代就是這。酒店風雲哦。有對啊。我睇看隻線咗咯，你去咗，我哋酒店風雲舊年去咗咯。是啊。頭先就這個當然是呢聽到火舞黃沙啊 Hotel Wind Cloud 係叫，唔是啦，Hotel Wind Cloud 係風雲，酒店航盤，唔知 Hotel 係咪貴啊？又唔知 Hotel 特別我哋就線咧喎，是係你時間線嘅舊年啊，你反正當劍興嗰邊，但係唔制啫你啦，你昂夫成龍講就都唔制啦，阿黃，阿黃你貴後就是啊嘛。當然阿黃新轉嗰啲。阿黃第二集啦，我講阿黃第二集背後就12啊嘛。我是講頭二集，阿咗妹唔計唔制。阿咗唔制係老婆仔制哦。係咯，老婆仔就真係。是咯。我哋講阿咗掉啲出之外，你話俾你使download去看啊？你使冇樓冇點聲看啊？冇，我是講阿咪顧咗你使download啊。佢都係download喎。我話你，今晚我你電腦都嚟過。如果我買話燒啦，我看啦，就是我揾到點點冇點點做直播啊。個好聊係個咩？個這裡面胭脂水粉。胭脂水粉好看。哇，咪是好聊這裡，哇勁。哦，呢個是差唔多人家西關大少你睇。比西關大少更合咪個，伊是支出胭脂水粉，伊加按照講話加毒。加毒嚇，毒。線確毒啊！我同你講，我哋又冇搏到同點。是啊，你係對咪追上潮流嘛？你係狂播係嘢嘛？你咪繼續嚟講。即節你是講第一節講話㗎，等人話變咗學嘅節目。阿莫西比有聽㗎啦。阿莫西比有聽就好。OK，你講阿莫嘢事啊？買啦。係咪夜晚奶奶哦？汪明荃的嘛，我這個野蠻奶奶。看汪明荃的哦，美國人都看汪明荃的戲哦。頂到是汪明荃咪是做伊嘅即頂到佢哋季節係一看誒集另外播嘅聲集啊嘛，有叫。嚇是咩？嚇你未記咩？季節我叫曾玉玲啊，我叫曾玉玲加周潤發。係咪唔對啦？曾玉玲到度做季節。咁就冇加周潤發做。嗰個三姑姐。
三姑姐到了你看上唔掉啦，你做人花甲曾依林嘅事係你嗬，唔是怪之有本啊做，冇怪之有做人花本嚟一出現一10年嘛，伊唔是下面咩人嘅嘛，唔是咩？有咩特別只大明星冇做嘅啦，啫。啊，古仔未大個我係記曾依林㗎，係咩乜萬梓良啊做一出咧，係伊大嘅 hospital 伊講哦，流氓大亨，流氓大亨啊，係你收啊咯，收啊咯，就流氓大亨。好厲害，好厲害！我覺得是戲鬼啊，浪條。對啊嘛，看啊，我買嘅喺看，對有看啊。哦，是啦，好厲害咯！一個特別我講嘅，你講我未曉，你就線我未曉。因為如果你大雷花線，你10萬做乜叫大雷花嘛？嚇，你大雷放你啊，啲你放你幾時？是咩？啊，大雷招呼英才嘛，就四個字。啲未記啊啦，未記啊，我未記啊，未記啊。未記啊，只姑母呢出幾廿年成樣咯。是啊，長平公主，佢暫時伊我慢慢 start 看伊戲一隻啊，暫時伊硬啊嘛。啊，是咯。哎呦，你有看咧咪茶是故鄉濃哦。我就是故鄉醇啊，茶是故鄉濃啊。我唔知你講咩佢頭鬼。我咱在講姑姑嘅戲，我伊會曉。但你唔要緊啦，再講嘛，別你聽眾就是有你會曉啦。你話嘉賓咯，佢就唔是真係嘅。話嘉賓個親情呢？啊，親情嘅事你真係領死氣唔是？真可愛啊！你似只菇你叫。唔係講親情啊，講個我嘅件啊，不真情呢？真情呢？唔係。真情都咪講真情，笑聲很啊，笑聲。My God！ 啊，仲有咩唔知啊？我唔知。扮4年4年啊，之前。我嚟定10年啊，呢個。吉嘅啊！剪一菇啊，扮剪一頓嘅。我特別個10年嚟。我10年啊！你冇可能，我同你講，你冇可能，你美國部群長冇接咩接觸到這裡等人嘅 entertainment 嘅物件嘛？我知道嚟就冇咩事看呢啲嘢。但是我愛吹嘅，我愛吹睇吹整 video 點睇水，只講我買我冇咩興趣。我都興趣係咪阿毛嘅 series？看電視機做咩哦？有啊，阿毛我看阿毛咯，同佢當 HBO 啊。阿毛 series 咯，應該。特別當時睇車先都冇看嚇，Sex and the City 好看。啊，特別點當時冇，特別阿毛西嘛，人就是叫啊。你定啦，我等出嚟就變阿毛西嘢啊！我嚇阿毛西淡薄阿毛西啦。OK。你嚟啊！特別嚟，但我講聽規只頂到以來嗰個當今啦，你話實地伊好看誒，即個接條嘅連續劇是得幾出？人講一個。幾好看，未講我未都叫我除幾好看，我除未出嚟，特別印象 impressive 嗰啲就可能嘢啊。講幾好看未啦？會頭謝啊，好看。是啊 ，impressive 我係見大時代咯。大時代啊！有一出一直都有看過嘅《天地行情》，天地難得。冇。天地行情又有，天地難個笑看風雲嗰啲。笑看風雲係冇聽過嘅咧。鄭少秋係啊，浪。但係一啲我叫鄭少秋嘅嘛。是啊，我們是叫鄭少秋嘅。是啊，我是叫鄭少秋嘅。你都搞你聽眾講，就像咱有未講到嘅個好看嘅，咪叫寫去 follow 咪咯。去落浪講嘅。好看，咱介紹人看。唔是落浪講叫咩？落浪蛋，去落浪蛋咧。落浪蛋呢回事啊？去落浪蛋。最齋嘅就最寫咯。啊，去寫。寫後面好看，我未記講嘅咯嘛，寫起來咯。封神榜啊。當今碎 VCD 碎 DVD 地條嗰啲。我唔知嗰度。行政嗰啲。但係看 S，嗰啲看 AS 都咧冇啊。看 S 都。冇人睡咩？家係裝係掂嗰啲琴嘢咯，係睡 video 碟嘅啊。也是係琴嘅咯。你未記係睡 video 碟掂嗰個睡啦。睡當睇當實地神之片嘅。啊，垃圾嘢嗰個笑料嘅，佢每都嗌埋。啊，有咩？即係認真回路咧？嚇？要看路嘅
你考慮佢先，哦考慮佢先咯。細漢囡仔就無門啊，實如果是大漢嘅，有時看你留職留意啊，冇門人嗌埋咯。特別十幾歲嘅有陣時佢自己妹啦。啊，我有時間佢咪錄下面因為這邊仔你定記蜜啊，桃成熟時啊。冇隻嚟，養做成呢個頭噶咯。你別到食嘅時候別到，葡萄食嘅事唔是別套。蜜桃啊是別到啊，蜜桃是 melon 咯。別到啊，你瓜食唔食？咯，yang有啲時咧，佢哋yang有啲時成個伊喺度做緊啦，梅露，成看到啲安哥啊，等下你看你有冇嗌埋咯。有陣時有啲攏寫笑咧，即係鄧冷氣啦，鄧冷香港嘅啦，三件。阿嬷咪是有，阿嬷咪有啦。有阿嬷日本嘅嗰啲咪有。哦，呀，阿嬷是啊，伊有時個有時樣個梅露嘅講，來生係使改。我未講改啊，我未聽佢改喎，改是正啦，改做嘅了啦，對個改啦，改是 adult 啦，Q 到度啦。你一生是確冇確掉，你是冇青山嘅啦，係啊。哦，生你一試劫嗰啲，試劫嗰啲。嚇？試劫唔知啊，冇聽過。啊，即三劫就是挑幾個劫嘅咩？唔使咯，只都就唔係你諗啊。八劫嗰啲八劫嘅爆炸。冇啦，講緊係自己爆炸嘅。個，你問我唔知啦，嘅即是我是我經驗聽邊嚟。啊，知啦，你聽對嚟啊啦。當然冇需要啦，當然 internet，當然 internet 呢發。係啦係啦，我只頭十八劫啊，到啲 internet 嚟 download。是啦，十八劫地轉咧。十八劫啊，準啊！多啊，儲多住有經驗咩？講互人聽嘅講 share 樣 experience。monkey 話落倫敦係咩啊？落倫敦 monkey 話落倫敦嘅嘢啊！肯定能看到試試啊解。會使嘅係講我介紹互人聽。我特別看，我特別把水撥低看都十八歲過一個世紀。十八歲是十八歲啊！十八歲，十八啦。講是講十八啦，特別愛哦，本事入面。本事咪十六歲就看啊嚇。11歲、12歲都看咯。啊，我嘅事啦。你真係 video 就十幾歲。我死就見到有讓爸爸看，34歲見到就有看。喲，唔係啦，即啊。有我同你講，我朋友啊，伊在打白白看一個。嚇，這有白白看，會伊想見到表物件嘛？未使啦。誒啊！試試淋湯啊！那是。冇啊！我朋友等下依家依班我呢白白資料看下個啊，改個啊，改個，吉利哦，是啦，吉利哦，咁吉利。特別不要緊啊！那是養冇啦，使吉利。朋友個 OK 啊，朋友就 OK 啊，都8個驚喎。啊，朋友 OK。喲，別當啊！來啦，下期咁咪聊啊，咁咪小說啊，幫肯定人，唔係講啊，等你人，但冇影啊，咪去 download 十八集嘅啊。唔係講啊，等人聽下勤考啊。有見啊，就別使人聽下特別爽嘛，人聽人勤考啫。咕勤考。啊，咱讀啊嘛。OK，感謝各位聽眾，咱有影嘅時就去 video 點水直接碟來看啊，看你十八集你睡掉。好，所以十八集嘅，感謝人嘅啊，即係十八集嘅啊，十八集個，十八集嘅收視 can，十九集收視就好啦。啊，十集冇十集啊，十集嘅收視 can，แล้ว個人Skype 未用，แล้ว後尾就拍電話即係。你名咩鵝頭嚇？對，鵝頭啊！講佢聽解釋啫，鵝頭唔是咧鵝食嘅鵝啫，是鵝啊，混住鵝嘅鵝啊，鵝頭。依名咪就打到嘛？唔是鵝對啦。你講魚頭嘛？音啊，唔是咩音啊？音啊！鵝本是叫打到本。內里啊，即就是咱早一集，較早一集講嗰啲咩synonym 嘅 antonym 啦，係啊。哦，對。我諗叫 antonym，actually 我叫 opposite 嘅，我確定到時候。opposite 啦。synonym。我講 synonym antonym 計 high class 嘛。咧。
人聽你講哦，你自己有讀冊咧，educated 咧。educated，我就是講我頂住唔是就我頂住就啲人嘅咧落落蛋嚟講嘛，即係人講講話啦，殺較關鍵咧，講佢哋講到同人華語上較關鍵咧，講阿莫話嗰個關鍵，educated 啊喲。特別講福建話是成個垃圾實在接咧嗬。唔係啦，定人講對定人話啦，定人講阿莫話真奇怪，你冇 feel 到嘅咩？頂到時我就是講咯，我是講人去參觀嘅時啊，你去頂到我是對戲，我講聽我就係你冇對啊，我對戲時我看到定人咪是佢講福建話咯，條就正正派看到定人，你看到定人就是講，我講福建話特別頂就是講福建話，特別我計講福建話是佢答我用阿冇答我嘛，然後我即係有講福建話咩？未必有講福建話啦，特別你有聽喎。會人哋有講福建話。係啦，特別你唔係講我叫人定人咪去死。我見到我前面有實際有叫都冇咩好講嘅。就是有咧，唔是邊一個人？哎呀，我講福建話，淡薄噪音啊，淡薄阿莫橋嚟咧。淡薄阿莫橋，淡薄阿莫橋啊，即係講淡薄話冇咩嘢好講啊，講淡薄very阿莫橋啊。冇啦，知道過嚟講下物件，講阿摩個福建話好笑嘅物件個起來。OK，但係感謝各位聽眾啦，感謝 this one 英國 one。你成日勁啊，講，你成日勁啊，講好。感謝這裡美國唔是英國嘅。嘉賓and the KL one 特別嘉賓啊，感謝人收聽哈，你禮拜人來收聽過啦，感謝各位聽眾。哎呀，死點掉，仆機，死點掉啊，感謝啊。